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学校带学生去旅行，这个传统是真早就有，教育学家拢认为去佚佗、旅行、去参观，伫学校以外这个经验对学生来讲足重要的。针对日本时代的修学旅行，有真侪真趣味的记载。我今日主要是要来讲英国人安怎看待学校带囡仔去旅行这件代志，家长因迄当阵会烦恼的代志佫是啥？另外今日请大家都爱听到上尾啊，我会介绍公视台语台送红包乐啊的活动。若讲到学校旅行，18世纪的欧洲学校就有啊。带学生去旅行，毋但训练因的体力，也佫会使学外国语言，安怎甲别人接触，佫会接触到无同款的文化，增加一寡知识。日本是19世纪才有因讲的修学旅行，毋过甲欧洲的学校无相共。日本人拄开始主要是要训练学生的体力，互因做军事训练。毋过，除了互因行足远的路，沿路嘛会带因去观察大自然，去参观学校甲一寡古迹。后来是有教育学家反对这款军事训练，就互这长途的旅行有哪来哪侪科学也是历史地理的内容。豆豆啊，这款旅行的活动就变做是一款学习，嘛是一款佚佗娱乐。台湾学校的头一个修学旅行是1897年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就是即阵台北市立大学甲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伊的前身。这间学校伊带学生去日本旅行，毋过原因是真特别的。迄当阵这间学校拄说无偌久，也无校舍，教室无够，新来的学生因无所在通上课，校长转去总督府争取经费。互老师带第一届的学生去日本参观，代替因伫学校内底上课。迄当阵的总督还佫家己出钱，互遮的学生买一寡生优式的衫，惊讲因穿台湾衫去到日本参观，会互当地囡仔欺负踢笑。后来豆豆遮的公学校甲私立高等学校都拢有办修学旅行，有的学校是伫台湾旅行，有的带去日本。要像嘉义农林学校，因是先去满洲，佮去朝鲜，落尾才去日本，去3个所在，前后1个月。咱注意看这学生因去的地点，真明显的是，日本殖民政府伊有伊的政治目的，伊带这囡仔去日本看日本的进步，而且一定会带因去神社参拜，去日本会去看天皇大的所在。也是一寡牛人的纪念碑，甚至带因去别位的殖民地，互因感受到日本的伟大。也若是伫台湾本岛的旅行，就会介绍日本政府伫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像之前捌讲过，因会安排学生去海边上课，去参观港口的建设，嘛去看真大间的茶鱼工厂，遮拢会当互遮少年学生对殖民政权更加认同。针对日本时代修学旅行，我已经讲过，大家会使去听208集，内底有较详细的小解。我是最近发现一本论文，林雅慧伊2010年写的论文，修台湾学日本，日本时代台湾修学旅行的研究。这本内底写甲足详细，特别伊有写到迄当阵的家长甲社会民众因对学生出外去旅行的一寡看法甲反应。伫日本统治台湾的初期，大家真少咧出门，所以真侪家长伊也袂放心互囡仔家己出去。拄则讲到1897年国语学校头一遍要去日本旅行的时阵，就有家长去甲校长讲，伊要带家己的囡仔做伙去日本。这个校长会讲到这项代志，
代表伊对家长这款态度真无认同。毋过迄当阵台湾社会对读册的看法甲观念是无相共的，基本上拢认为读册是培养品德，也是增加知识，准备去参加考试，毋是咧学唱歌、学画图，也是去上体育课，这拢毋是读册。出门旅行，佫较无可能是去学物件，是老师带学生要去佚佗。所以有的家长是认为是这个先生家己想要转去日本佚佗，毋是为着这个囡仔。后来佫有女子学校因嘛办修学旅行的时阵，家长佫愈袂赞成，因为因认为查某囡仔出业了，就是要嫁人伫厝咧顾囡仔，出去遐尔远去佚佗，对一个查某囡仔来讲无啥物好处。事实上，迄当阵的情形来看，确实出门是真危险的代志。像迄当阵观光也未实行，出门要住要食拢真无方便。旅馆饭店的品质甲卫生嘛拢足歹的。有学生捌写讲，因去住着的旅馆房间是无够通分，所以上落尾因怎困伫柜台的边啊。一摆台北州立商业学校的学生去朝鲜旅行的时阵，因看到旅馆也无准备衬托互因，而且拢无人去摒扫，因就要家己整理房间。伫1935年，台北咧举办台湾博览会时阵，真侪南部的学校利用这个机会带学生来台北参观，顺便嘛去环岛旅行。迄时因为足侪人来台北看展览，旅馆饭店拢无够，真侪间戏园、茶馆拢改做旅馆甲饭店来接待这个人客。有一间南部公学校的学生因来台北了，佮转去厝，煞逐个人拢破病。报纸就写讲是天气足热的，学生食着庆饭，也是伫路边黑白啉凉水，卫生足歹的，才会安尼。因为迄摆破病的人真侪，互即件代志足侪人去讨论，大家拢检讨台北的旅馆的品质哪会遮尔歹，也佫有足侪家长认为讲，若安尼就无爱互学生去参加学校的旅行啊。迄当阵的交通嘛足危险的。像有学生坐巴士去花莲佚佗的时阵，巴士走苏花林海道路是真冒险的代志，因为捌有巴士怎并落去。佮较侪人是去坐台车，迄当阵台湾有火车，毋过毋是逐个所在拢会到。学生大部分是先坐纵贯铁路的火车，才佮换坐台车。台车就冲一台。较大台有装轮嘛小港伫铁轨路顶咧走的里仔架，有人嘛叫伊轻便车。迄时台车爱有人用手饲，也嘛有人刹，车顶会装一个档一台会当坐5、6个人，顶头拢总无盖挂，所以会晒着日嘛会淋着雨，大家都爱家己查某也是穿雨衣。上危险的是，这车会为铁轨路顶走出去。特别是落架的时阵，拢毋免手气就走足紧的，所以若拄着危险，要弄着物件，要并车的时阵，大家骹手都爱真猛，赶紧跳落来。毋过这台车时常会发生意外。伫宜兰头城公学校的学生就讲，迄当阵因的爸母拢真袂放心，所以因要出去旅行进前，就会带因去庙林拜拜。有的人甚至会去抽签问神。也佫有的人较好个，会特别请师公来厝里做法，互即个囡仔一路平安回来到厝。毋过迄当阵嘛已经有支持这学生出去佚佗的家长，嘛有人伫报纸写讲，伊家己嘛真烦恼。毋过若想到即款旅行，会互囡仔看到佫较济，变做一个佫较有知识、有能力、较有路用的人，伊也是会互囡仔去参加。也嘛有先生认为讲，带囡仔出门旅行去爬山，对身体健康是有真大的好处。另外是出外，因会特别教囡仔安怎排队、守规矩。因为毋但学生嫌旅馆的服务无好，嘛有袂少旅馆嫌学生拢会甲因的房间用甲乱糟糟，拢无咧收。针对爸母无爱互查某囝去参加旅行这件代志，女子高等学校的校长嘛捌伫报纸顶头写讲，出外旅行对一个女性未来要做人的太太也是老母，拢有真大的帮助。
出去外地时阵，甲住伫宿舍内底生活无相共，因爱学晓临时若拄着问题，安怎做伙解决，会使培养因斗阵、吃苦、互相扶持这款感情。伫课本内底教的博爱、义气、忍耐，也是勇敢，伫旅行内底拢会使直接报着。伊嘛激励讲，像有的人准备好的便当，到位才发现已经臭酸去，也是规定人落车煞发现讲咧落大雨，拢袂当出去佚佗。这的所有意外，这的经验，对学生仔来讲，拢是一种训练。我想大家应该拢有去参加过毕业旅行，会使家己想看，迄当阵有学到啥物，也是一款旅行有啥物好处，有啥物歹处。咱伫台湾为出外佚佗的观念，豆豆啊接受讲出外嘛是一种学习。我是到现在国校毕业旅行，才知影即马毕业旅行，毋是咧烦恼住倒位食啥物，也是敢有安全。新生学生，甚至有的家长上烦恼的是送甲送要困同间房间，伫游览车顶头送甲送坐做伙，这是我这年岁人完全想袂到的问题。当然，即阵的囡仔可能甲英国是真无共款。伫日本已经咧讨论敢要取消这款学校的旅行，也若是未来拢无这款集体旅行。安尼才甲同学做伙出门所训练的能力，咱的囡仔伫别位敢有机会学着。这几礼拜我发现这个节目有袂少新的听友，应该是有人咧斗宣传、斗推送。虽然我毋知影是啥，毋过真感谢恁。这个节目自起头都有真侪我无熟悉贵人咧斗宣传，我真感谢。我嘛看到节目伫 Apple Podcast 已经有900外的评分。那以一个这么小众、无偌济人听的节目来讲，算是足济人去2、5粒星。这900外有600外是伫台湾，其他应该是伫国外。所以真感谢大家支持，特别是自起头到今真始终的听友。刷落来就是要甲大家介绍公司台语台送红包乐啊的活动。下面这几句话：马力十足活跳跳。即马好运强强滚，马上回春水当当。这3句大家讲一句，用手机录音传互公司台语台，都有机会摕到台语台的红包乐啊！请注意台湾人、台湾事的面册，刷落来阮会放连啊伫遐。马力十足活跳跳，即马好运强强滚，马上回春水当当。祝福大家！大家若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欢迎写批来甲我讲。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